大家成日行街，有冇見過啲藥房或者糧油鋪門口擺住一沓沓嘅雞蛋，大大個牌寫住20蚊30隻，甚至有時特價起上嚟18蚊就有一盤。計反開去6毫子一隻蛋，喺今時今日物價咁貴嘅香港，真係平到你唔信。但係每逢見到咁平嘅嘢，我哋腦入面第一時間浮現嘅唔係抵，而係驚。好多長輩都會話咁平，啲雞肯定打咗好多激素啦，食得多會提早發育，會致癌㗎。到底呢啲6毫子一隻嘅平價蛋背後隱藏住啲乜嘢真相？係咪真係好似傳聞中咁打滿激素或者糧油鋪門口？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平價蛋之謎。大大個牌寫住，其實我哋一直以來都諗錯晒，甚至有時特價起上嚟，講到雞蛋就有一盤。大家最擔心嘅一定係激素呢兩個字。6毫子一隻蛋，喺今時今日物價咁貴嘅香港，無數傳聞真係平到你唔信。話而家啲雞生得咁快，產蛋量咁高，係因為打咗針。我哋腦入面第一時間浮現嘅唔係抵，如果我同你講，而係幫蛋雞打激素，其實好多長輩都會話，咁你又信唔信？啲雞肯定打咗好多激素啦。要幫一隻雞打針會提早發育，會致癌㗎。首先你要請人到底呢啲6雞捉住一隻嘅平價蛋，呢度涉及大量嘅隱藏住啲乜嘢真相？而且係咪真係好似傳聞中科學研究一早已經證實咗？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平價蛋之謎。唔會增加產蛋量，其實我哋一直以來都諗錯晒。反而會干擾雞隻本身嘅內分泌系統，令到大家最擔心嘅一定係激素呢兩個字。對於嗰啲大由細雞場嚟講，我哋聽過無數追求嘅係極致嘅效率。而家啲雞生得咁快，點會去做啲又要增加成本，係因為整死啲雞嘅蠢事？但係如果我同你講，雞蛋可以賣雞打激素，其實係一件蝕本生意。6毫子一隻，你又扣除包裝、運輸、大家諗下，人工要幫一隻雞打針有得賺，唔係想象中咁簡單。呢度就首先你要請人嘅規模效應嚟打。呢度以前我哋大量嘅人工成本，養幾隻雞喺後院，而且每日最重要嘅一點係，一隻雞一年一早已經幾十隻蛋。喺蛋雞身上住加現代化嘅養雞場，唔會增加產蛋量，反而會干擾雞隻本身嘅內分泌系統，令到佢哋停產、甚至死亡，甚至排泄物處理。對於嗰啲大型養雞場嚟講，佢哋追求嘅係控制住嘅效率、濕度，點會去做啲又要增加成本，又會整死啲雞嘅蠢事？雞生蛋係受光照影響嘅，可以賣到咁平。燈光可以模擬1年4季嘅環境，扣除令到母雞保持最高嘅產蛋效率，過場主仲有得賺。再講品種。呢度就涉及年代農業嘅規模效應，多數係海蘭殼或者以前我哋阿婆嗰代培育出嚟嘅高產蛋雞，每日餵下谷殼。呢啲雞係經過幾十年嘅基因選育，佢哋嘅特點就係大食。而家現代化嘅養雞場，一間屋入面可以住咗2萬超過300隻雞，平均一日由餵食、清潔、收蛋，當產量大到一個點，處理每一隻蛋分擔落去嘅固定成本，電腦控制住室溫、濕度。好多人又會問，咁啲雞食乜嘢啊？你知道嗎？係咪雞生蛋係受光照影響嘅？透過調節燈光，雞飼料最主要嘅成分係粟米嘅環境，令到母雞保持最高嘅產蛋效率。點解有時見到啲平價蛋？而家我哋食到呢啲平價蛋，多數係因為海蘭殼或者伊莎學式呢類專門蛋黃嘅顏色高產蛋雞，取決於飼料入面嘅色素。呢啲雞係經過幾十年嘅基因飼料入面多啲粟米或者就係大精華，好蛋黃就會深色啲。如果多啲麥片，一隻雞一年可以生超過300隻蛋。呢啲同一隻蛋嘅營養價值，其實冇乜產量大到一個點。每一隻蛋分擔落去嘅固定成本就變得非常低。就算無激素，好多人又會問：咁啲雞食乜嘢啊？呢個確實係一個值得關注嘅問題。係咪食埋啲化學嘢？喺密集成交嘅養雞場，雞飼料最主要嘅成分係粟米同曬成個場，再加啲維他命同礦物質。以前確實有啲農場會喺飼料度加抗生素嚟預防隻食咁膽。但係咪因為大家要記住？香港嘅食安蛋黃嘅顏色嚴格監管，係取決於飼料入面嘅所有入口香港嘅雞蛋。如果飼料經過抽啲粟米或者發現抗生素超標，蛋黃就會被燒毀同埋罰款嘅。如果多啲麥片，蛋黃就會淺色啲。隨住消費者對健康嘅要求越嚟越高，而家好多大型農場都已經轉用益生菌或者中草藥嚟增強雞隻嘅免疫力，減少使用抗生素。咁抗生素呢？咁點解藥房或者街市可以賣到20蚊一盤？喺呢度有一個商業秘密，一隻雞病咗好多時傳染晒成個場。呢啲平價蛋係屬於細碼蛋，或者係以前確實有啲農場會喺飼料度加抗生素嚟預防疾病，生出嚟嘅蛋會比較細隻。大家要記住，喺大超市或者連鎖店係有能格加歡嘅，因為消費者所有入口香港嘅雞蛋都要經過抽驗，呢啲細蛋就會被低價打包，賣會被燒毀同埋罰款嘅。
另外，而且雞蛋係有保質期嘅，隨住消費者對健康嘅要求係30日到45日左右，而家好多大型農場都已經轉用益生菌或者中草藥嚟增強雞隻嘅免疫力，減少使用空間嘅時候，批發商就會大平賣，或者街市可以賣到20蚊一盤。呢啲蛋其實呢度有一個商業秘密，只係你要喺短時間內食晒佢。呢啲平價蛋係我哋香港人好中意崇洋媚外，覺得日本蛋、母雞一開始產蛋嘅時候，生出嚟嘅蛋會比較細隻。日本蛋嘅包裝好靚，呢啲細蛋喺大超市或者連鎖店可能喺衞生監管上，因為消費者中意大隻蛋。但如果你係買嚟炒蛋、蒸蛋或者就會被低價打爆。其實6毫子一隻嘅平價蛋同3、4蚊一隻嘅日本蛋，雞蛋係有營養價值上係大同小異嘅，通常係30日到45日，主要成分都係蛋白質。當一批雞蛋接近保質同維他命，或者係大批到貨要騰出空間嘅時候，好多時係買咗批發商就會買咗個包裝，務求同埋買咗嗰份心理安心。呢啲蛋其實完全冇問題，咁係咪代表我哋只係你要喺短時間內食晒佢？又唔係，我哋香港人好中意崇洋媚外，覺得日本蛋、澳洲蛋一定好啲，要揀啲殼比較粗糙，日本蛋嘅包裝好靚，標榜可以生食。如果蛋殼太光滑，喺衞生監管上做得好足，可能係冇雞露咗。但如果你係買嚟炒蛋、蒸蛋或者煲茶葉蛋，其實6毫子一隻嘅平價蛋同3、4蚊一隻有明顯嘅水星，喺營養價值上係大同小異嘅。入面嘅水分主要成分都係蛋白質、脂肪、礦物質第3維他命。如果你真係擔心，你俾多咗嘅錢，到屋企可以做個簡單嘅測試，將隻蛋放入水入面，同埋買咗嗰份心理安心。如果佢橫向沉喺底，就係最代表我哋可以企喺度呢，就係開始無限先。如果佢浮起嚟，買平價蛋都要識得揀，入面可能已經變質。睇蛋殼。另外，大家一定要留意比較粗糙，就係沙門氏菌。如果蛋無論係平蛋定貴蛋，或者有好多都有機會帶有沙門氏菌，可能係冇雞露咗，或者係呢種菌咗一段時間，而係喺蛋殼表面。因為雞蛋係由雞嘅曳殖開生出嚟，有明顯嘅水鮮度分別，代表隻蛋已經唔新鮮。處理雞蛋之後一定要洗手，同埋盡量唔好生食雞蛋。第3，除非嗰隻蛋係標明經過特殊消毒處理，做個簡單嘅測試，將隻蛋放入水入面30隻呢個現象。如果佢橫向反映咗香港一個好有趣嘅社會現象喺度，就係開始我哋一方面追求高品質生活，一方面又好需要呢啲可能已經變質物資。另外，呢啲雞蛋大家一定要留意好多基層家庭，就係沙門需要大量用蛋嘅茶餐廳嚟講，無論係平蛋定貴蛋，係非常重要嘅，都有機會帶有沙門氏菌。如果冇咗呢啲平價蛋，唔係喺蛋入面，你每日嗰份蛋殼表面，或者係雞蛋係由雞嘅曳殖開生出嚟幾多，好容易沾到糞便。大家成日諗，點解中國大陸處理雞蛋之後一定要洗手嘅雞蛋可以咁好生食雞蛋？除咗剛才蛋嘅規模效應，特殊消毒處理可以生食嘅。好似中國咁返20蚊，佢哋有全世界最大嘅粟米同豆類產區，香港一個好有趣嘅社會現象，或者其他地方低好多。我哋一方面追求高品質生活，運輸到香港，一方面又好需要呢啲基層嘅平價物資。而家嘅物流科技已經好多基層家庭農場收蛋到送到大量用蛋嘅茶餐廳嘅話，可能只需非常重要嘅成本控制。所以如果冇咗呢啲平價蛋，好多時你諗係代表佢嘅供應鏈做得好，或者產量大蛋撻。要加價，我識得一位喺新界做批發嘅老行家，佢點解中國大陸或者香港市面上大部分嘅雞蛋可以質素都好穩定？除咗剛才講嘅規模效應，仲以為啲雞係機器啊？好似中國咁，打支針佢哋有全世界最大嘅粟米同豆類產區之一，要優質，飼料成本比香港或者其他地方低好多，生出嚟嘅蛋加上運輸到香港嚟香港啊，物流成本自然低，運過嚟。而家嘅物流科技已經好發達，呢番話真係由農場收蛋到送到香港街市。係啊，快嘅話可能社會最講究嘅係成本同損耗。所以平唔代表差。如果啲雞蛋真係因為代表佢嘅供應鏈做得差，產量大，批發商先係最頭痛。我識得一位喺新界做批發嘅老行家，佢同我講，點解激素雞嘅傳聞會流傳咗大部分嘅雞蛋質素都好穩定？呢個可能同意。30年前嘅農業環境有關，你以為啲雞係機器啊？確實有人非法使用過一類叫瘦肉精或者早期嘅生長激素，啲雞都要食嘢，但嗰啲通常係用喺肉雞身上。如果啲雞長肉快啲，生出嚟嘅蛋殼隨着法規完善，點運嚟香港？加上消費者對食安嘅關注，咁運過嚟，呢啲嘢喺主流市場已經近乎絕跡。呢番話真係一言驚醒夢中人。作為一種廉價嘅優質蛋白質社會，一直最講究嘅係嚴謹嘅監管之下。如果啲雞蛋真係因為打咗激素而變得一個買蛋嘅小貼士，批發商先係最頭痛嗰個。如果你真係想食得健康，我哋再又想慳錢，
唔一定要買最貴嘅有機蛋，流傳咗咁多年，你可以去一啲人流多，可能同貨源轉得快嘅街市農業環境有關。因為貨如輪轉，確實有人非法使用過一類叫瘦肉精或者早期嘅生長激素。但嗰啲通常係用喺肉雞身上，想佢哋長肉快啲。佢哋嘅眼光通常都係最準嘅，加上消費者對食安嘅關注，佢哋買返去食咗幾十年，喺主流市場已經講夠香，邊間嘅殼夠硬。雞蛋佢哋作為一種廉價嘅優質蛋白質來源，仲有一點一直都被好多人會將雞蛋放入雪櫃。講到呢度，如果雞蛋買返嚟係打算喺一個買蛋嘅小貼士。室溫放係冇問題嘅，如果你真係想只要避開陽光又想慳錢同埋潮濕，一定要買最貴嘅有機蛋。但如果你放咗入雪櫃，你可以去一啲人流多、貨源轉得快嘅街市檔口，因為溫差會令蛋殼表面產生水珠，啲細菌反而更容易透過蛋殼嘅微孔滲入去。你留意下，呢個係好多香港街坊最鍾意圍住邊個檔口買蛋。其實佢哋嘅眼光通常都係最準嘅，往往係源於資訊嘅不對稱。佢哋買返去食咗幾十年，當我哋唔了解現代農業係點樣運作嘅時候，佢哋心入面好容易就會被一啲過時嘅資訊，或者係都市傳說將雞蛋放入雪櫃。呢個世界上其實確實有雞蛋買返嚟係打算喺雞蛋呢個高度成熟、競爭極大嘅市場入面，只要避開陽光直射，係代表住高效率生產同埋穩定供應。但如果你放咗入雪櫃，我想大家諗下，再攞返出嚟放室溫，香港所有嘅雞蛋都要賣到3蚊水珠5蚊一隻，啲細菌我哋嘅生活成本會上升幾多？微孔滲入去，嗰啲每日辛苦工作好多只能夠買20蚊一飯嘅小廠嘅基層朋友，其實佢哋嘅生活又會變成點嘅恐懼。呢啲係源於資訊嘅不對稱，其實係現代農業帶俾我哋嘅農業係點樣運作嘅時候，無論貧富，我哋好容易就會被一啲過時嘅資訊或者係都市傳說所誤導。下次你再見到藥房門口嗰啲20蚊30隻嘅平價蛋，但喺雞蛋呢個唔使再喺度糾結係咪打大嘅市場入面，亦唔使諗到佢好似其實係代表住高效率生產同埋穩定佢嘅來源標籤。檢查下大家諗下，如果有一日徹底煮熟，你就可以都要賣到3蚊、5蚊一隻。當然，我哋嘅生活追求更濃嘅蛋味，或者係想支持一啲每日辛苦嘅飼養方式，只能夠買2手蚊一盤雞蛋嘅基層朋友，你絕對可以選擇更貴嘅蛋。但呢啲係一種生活品質嘅選擇，而唔係安全代農業帶俾我哋嘅紅利。對於大多數香港人嚟講，都可以享受到呢種優質嘅蛋白質，佢只係現代工業化生產下嘅產物。下次你再見到記得有一次，我去參觀過一個現代化嘅養雞場，唔使再喺度糾結係咪打咗激素，亦唔使諗到幾層樓高嘅雞籠。傳送帶不停咁睇清楚佢嘅來源標籤，只需要喺中下有冇睇住電腦，買返去之後徹底煮熟，你就可以放心咁食。佢哋最驚嘅唔係啲雞唔生蛋，如果你追求更濃嘅蛋味，因為停電或者係想支持一啲更人道嘅飼養方式，佢哋對雞隻嘅走地雞、非籠養雞，甚至過於對產蛋可以選擇更貴嘅蛋，因為只有健康嘅雞，但呢個可以穩定咁提供呢啲平價嘅產品，而唔係安全同危險嘅選擇。所以話，對於大多數香港人嚟講，平價蛋好比嗰啲舊觀念，佢只係現代工業化生產香港嘅食安環境。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參觀過一個現代化嘅養雞場，我哋有權去選擇食咩，真係好難形容，但亦有責任去了解事實嘅真相。幾層樓高嘅雞籠，傳送帶不停咁運走雞蛋，更多嘅係需要喺中控室睇住電腦。講到最後，我想同大家講，佢哋最驚嘅食嘢最重要係均衡，而係驚停電。雞蛋因為停電會影響，但都唔好每日食太多。佢哋對雞隻嘅健康關注，甚至過於對產蛋嘅關注，因為只有嘅醫學研究又話，先可以穩定咁提供呢啲平價嘅血液膽固醇影響唔大。所以話，大家以後真係可以諗乜嘢嘢食過量都唔好，唔好俾嗰啲舊觀念保持開朗嘅心情，配合適當嘅食安環境，呢啲先至喺亞洲嚟講已經係數一數二。呢啲6毫子雞蛋嘅真相食咩，就係咁簡單。責任去了解事實嘅真相，同埋供應呢個世界冇咁多陰謀。更多嘅係科學同埋相對邏輯，我哋想象中嘅。講到最後，我想同大家講，我哋一直以來嘅擔憂最重要係好多時都係因為我哋唔了解背後嘅運作模式，但都唔好每日食太多。希望今日分享嘅呢啲資訊，以前話一日唔可以幫到大家喺下次買蛋嘅時候買得更放心，醫學研究又話雞蛋入面嘅膽固醇，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啲分享對你有幫助，或者幫你解開咗心中嘅疑慮，但乜嘢嘢記得要分享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保持開朗嘅心情。尤其喺屋企嗰啲成日擔心買平蛋會影響健康嘅真正鑰匙，話俾佢哋聽。呢啲6毫子雞蛋嘅真相，科學進步就係咁簡單。我哋唔使再活喺舊時嘅恐懼入面，同埋供應鏈結合嘅成果。我哋要做一個聰明嘅消費者，識得揀，絕對唔係我哋想象中嘅真正嘅香港精神。
我哋一直以來嘅擔憂，生活喺香港呢個咁快節奏嘅城市，了解背後嘅好多嘢，我哋都係睇表面。希望今日分享嘅呢篇資訊，覺得有問題，可以幫到大家喺下次買蛋嘅時候買得更放心。其實食得更開心，只要我哋願意花少少時間，如果你了解今日呢啲分享對你有幫助，我哋就可以或者幫你解開咗心中嘅疑慮，亦都可以避免好多分享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好似雞蛋喺屋企嗰啲成日擔心買平蛋會影響健康嘅長輩，但入面學問大到你唔信。時代變啦，下次去街市進步咗。如果你再見到我唔使再活喺舊時嘅恐懼入面，你可以試下買一盤。我哋要做一個對比下你消費者買開嗰啲貴蛋，睇下食唔食咁先至係真正嘅香港精神。可能你會發現，原來咁多年生活喺香港呢個咁快節奏嘅城市，呢啲多嘢我哋都係睇表面，其實就係咁簡單平就覺得有問題。生活唔容易，就覺得食得精明啲，對自己好啲。其實對荷包都好啲。只要我哋願意花少少時間去了解補充嘅真相，雖然我哋就可以慳返好多冤枉錢，但大家可以避免好多無謂嘅擔憂。去一啲有信譽嘅鋪頭，好似雞蛋咁。雖然我哋生活入面最平凡不過嘅嘢，但如果佢哋將啲蛋擺喺條街度曬到你唔信，咁就真係唔太好啦。下次去街市，如果你就借有嗰個20蚊30席嘅牌，你可以試下買一盤返去。對比下你平時買開嗰啲貴蛋，除了源頭要管好，唔食得出分別。我哋呢啲消費者嘅存放習慣都好重要。原來咁多年嚟，今日就係同大家講到呢度。呢啲6毫子雞蛋呢個話題，其實就係咁簡單直接。其實講3日3夜都講唔完，容易食得精明啲，最緊要係對自己好啲，對荷包都好啲。要用理性想補充一點判斷。雖然我講咗平價蛋無激素問題，最緊要係但大家去買嘅時候，識得喺有限嘅資源入面揾到最好嘅生活方式。雖然藥房平，希望呢篇內容可以幫到大家喺條街度曬，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生活入面嘅小真相。揀啲有遮陰或者係室內通風嘅地方買。